歡迎嚟到閱讀森林 Welcome to Reading Forest。哇！呢度係我哋新圖書館啊，同之前唔同晒啊。係啊，為咗營造叢林氣氛，圖書館採用咗全新嘅設計，簡約又新穎，充滿大自然氣息。咦？呢度有張搖搖凳喎，可唔可以坐㗎？梗係可以啦，呢度係休閒閱讀區，同學可以坐喺度睇書，好寫意㗎。希望同學自小養成閱讀好習慣。學校都希望你哋可以做到 The more that you read, the more things you will know. The more that you learn, the more places you will go. 哇！呢本圖書好好睇喎，我好鍾意呢個作者嘅圖書㗎。呢度係精選圖書展示區，老師會不定期咁將精選圖書放喺架上面，推介俾同學。同學仲可以坐喺大樹下面，好舒服咁睇圖書添。呢度係全新嘅 Information Centre， 同學如果需要借還圖書或查閱圖書嘅資料，只要嚟到呢度，圖書館領袖生就會幫到你㗎。為咗方便同學還書，閱讀森林外牆嘅位置設有一個還書洞，同學只需要將圖書放入去就可以隨時隨地還書啦。睇下呢個課堂好大好靚啊！喺小息或者 me time 時間，同學仔除咗可以坐喺小舞台邊睇圖書，老師仲會邀請同學進行小劇場演出，將虛擬嘅圖書世界重現喺現實。我仲知道今年會有親親校長講故事活動，會邀請鄭校長為同學仔講故事添㗎。咁我哋大家真係要擔定到嚟聽故仔啦。呢兩間房攞嚟做咩㗎？呢度係多用途討論室，老師可以同同學喺度開會、小組討論或者專題研習等等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兩間房仲可以打通㗎。為咗增加私隱，討論室嘅玻璃窗仲可以用電動關上。睇下撳個掣就得啦。呢度好靜啊！同學都可以嚟到自修閣專心溫書。